近日強制巴士乘客佩戴安全帶嘅新法例引起咗社會廣泛討論。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喺1月30號公開表示，經過諮詢律政司意見之後，確認法例條文存在技術不足，未能完全反映立法原意。政府決定先刪除有關條文，等完善咗之後再提交立法會。呢個做法唔單止迅速回應咗法律條文嘅爭議，同時亦都回應咗社會嘅關注，顯示本屆政府實事求是、敢於直面不足嘅施政風格，安排係值得社會正面評價。從法例生效去到發現不足，時間雖然唔長，特區政府亦都冇因為咁而迴避問題，而係迅速啟動法律檢視程序。陳美寶局長坦承條文技術上有不足之處，並且強調為咗清晰起見，將會先行刪除強制佩戴安全帶嘅規定，並且喺完善之後提交立法會諮詢再推出。我認為特區政府呢個做法旨在確保法律執行係唔會因為條文模糊而產生混亂，呢種唔掩飾、唔拖延嘅處理方式，正正係負責任政府同埋法治社會應有嘅態度。事實上，特區政府喺呢件事上邊展現咗正確就會堅持去做，有不足就勇於承擔嘅原則。由始至終，相關法例嘅初衷都係為咗保障市民安全，呢一點從未動搖。當發現法律文字係未能準確體現立法原意嘅時候，特區政府亦都毫不猶豫咁樣按下暫停鍵，顯示出佢對法律嚴謹性嘅高度重視，同埋對市民權益嘅深切尊重。從2018年大埔公路嚴重意外後社會嘅反思，去到2021年沙田校巴事故之中，安全帶發揮咗關鍵保護作用嘅例證，清楚說明咗喺巴士上邊佩戴安全帶嘅重要性。國際研究亦都明確指出，佩戴安全帶可以大幅降低交通意外之中嘅死亡同埋重傷風險。特區政府推行呢個法例唔係為咗懲罰乘客，而係希望透過法律規定培養市民嘅自覺安全意識。我始終堅信，透過扣上每一條安全帶，所守護嘅唔單止係個人安全，更加係一個家庭嘅完整同埋幸福。將人嘅安全置於首位，正係特區政府嘅核心理念。正如陳美寶所講，相關部門將會盡快同律政司合作，完成條文刪除嘅程序，並且全面優化規定，在諮詢立法會之後推出更完善嘅法例。我相信未來喺完善強制佩戴安全帶法例嘅討論過程之中，特區政府係必定會保持開放態度，虛心兼聽，同埋廣納社會各界意見同埋聲音。確保修訂後嘅法例符合法律技術要求固然重要啦，貼近市民實際需要亦都係必不可少。無論係市民安全帶操作不便嘅體會，定係乘客喺唔同情況之下會遇上嘅各種困難，又或者係某啲法律界人士對條文涵蓋範圍嘅疑問，特區政府都會認真對待並且納入考慮。樂於聽取、善於吸納係現屆特區政府嘅特點，相信今次亦都唔會例外。儘管有關嘅條文會被刪除，但係安全意識嘅培養係不容停步嘅。咁喺呢個過渡期裏邊，我仍然都希望相關部門千祈唔好放棄宣傳同埋教育工作。事實上，本港大部分巴士嘅座位都設有安全帶，培養上車即戴嘅習慣，需要特區政府、巴士公司同埋市民共同努力。期待特區政府繼續透過多渠道、多形式嘅宣傳活動，等市民理解佩戴安全帶嘅重要性，從而形成自發性嘅安全行為文化。正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所講，無論法例係咪存在，佩戴安全帶都係保障自身安全嘅重要措施。用安全帶係喺交通意外中一個好重要嘅保命工具。呢個道理喺過去好多交通意外中都已經得到證實㗎啦，否則若果發生意外出現傷亡嘅時候，後悔就真係太遲啦。總括嚟講，今次事件之中，特區政府展現咗難能可貴嘅施政品質，既有堅持安全初心嘅原則性，亦都有發現不足即時修正嘅靈活性，既有推動法例實施嘅決心，亦都有聆聽民意、廣納諫言嘅胸襟。呢種敢於直面不足嘅風格，正係良政善治嘅重要體現。都係嗰一句，安全同埋便利之間，永遠應該以安全為先。
我相信特區政府將會以今次經驗為契機，進一步完善相關法例嘅草擬同埋諮詢，喺保障市民安全同埋尊重民意之間揾到最佳嘅平衡。當完善之後嘅法例再度推出嘅時候，一定可以更好咁樣推動香港道路安全文化嘅建設，等每一個乘客都能夠喺安全出行嘅同時，感受到呢座城市以人為本嘅管理溫度。